大家好，咁今日我會介紹一下設計與科學探究 A 澳門大學嘅課程。咁首先我哋嘅目的咧就係令到學生喺學習設科公共課程嘅內容之外咧，咁就去結合澳大嘅場地同埋佢一啲設施設備咧，就令到學生可以更多咁體驗澳大嘅生活環境同教學場景嘅。我哋上課嘅地點咧就主要係喺 N21啦、W23同 E11嘅。咁亦即係喺澳大地圖上嘅呢3個地方啦，分別就 W23、E11同 N21啦。咁呢個係我哋嘅上課嘅環境啦。咁呢度係 N21啦。呢度咧就係 E11。咁亦都可以睇下一啲往年學生嘅上課嘅相啦。咁再落嚟咧，就睇一睇我哋嘅課程總覽啦。咁我哋會有 ESP32啦、無人機 Fusion 課程、Python 遊戲設計同雙足機械人嘅內容嘅。咁 ESP32咧就係我哋嘅公共課程啦。咁佢最主要就涵蓋一啲簡單電路啦，即係譬如可能接線啦。咁然後去透過編程咧，就控制各個 sensor 部件咧，咁就實現各種功能嘅。咁無人機班咧就作為澳大嘅一個特色課程啦，咁佢最主要就係有一個飛行區域啦，咁就提供咗一個安全嘅環境啦，令學生可以喺學習啦，咁去同埋練習一啲無人機嘅操作嘅。咁然後喺呢個空間裏邊咧，咁就最主要就係兩種類型嘅無人機同時都會去學習啦，係啦，咁就分別係手動控制同自動控制。咁手動控制咧就係學生去透過操控呢個無人機咧，咁就學習一啲飛行技巧啦，咁譬如起飛啦、懸停啦、轉向啦、降落呢啲嘅技術啦，咁然後令大學生咧就可以去參加空中足球嗰類嘅競技嘅比賽啦，咁然後喺比賽裏邊就訓練呢啲操控能力啦，同埋團隊協作嘅實力嘅，係啦，咁然後喺一個自動控制裏邊咧，學生咧就會使用呢個編程軟件咁去控制無人機啦，咁就透過編寫程式咧，咁就令無人機去實現各種嘅功能，係啦，咁去參加一啲譬如話自動嘅賽事啦，又或者係一啲編隊嘅賽事啦，係啦，咁就透過各種嘅實戰啦，咁就去提升佢哋嘅編程嘅知識同技能啦，咁就提升佢解決問題嘅能力同創新思維嘅。3D 列印課程咧，主要透過 online 教學法啦，帶領學生使用 Fusion 360嘅軟件進行各種嘅 3D 模型嘅設計，譬如有呢個維尼鎖匙扣啦、花樽啦、雪粒皮杯嘅設計啦、大象筆筒啦、三形嘅首飾盒啦等等。咁學生喺設計呢個模型嘅過程中咧，就會學習各種嘅3D 建模工具嘅使用方法同埋設計技巧嘅。咁完成咗呢個課程之後咧，學生還可以報名參加澳門生產力暨科技專業中心主辦嘅創意 3D 物件設計比賽嘅，又或者可以報名參加全澳青少年創新挑戰賽。透過呢個比賽咧，去展示佢哋嘅獨特嘅構思同埋設計技巧嘅。Python 遊戲設計嘅課程咧，會採用有趣嘅遊戲案例啦，引導學生入呢個程式編寫嘅，咁會學習到迴圈啦、條件判斷啦、函數啦等等嘅基礎語法，並深入了解呢個物件導向編程嘅。咁學生咧會運用到 Pygame 嘅圖形庫啦，實作呢個遊戲畫面設計同埋互動嘅邏輯設計嘅。咁同時咧會教導學生透過 ChatGPT 協助解決編程嘅難題啦，提升佢哋嘅程式閱讀同埋修改嘅能力嘅。咁評量嘅方式咧，咁我哋包括有選擇題啦、試比題啦同埋實作題嘅。咁着重理論同埋實踐嘅並重。咁完成課程之後咧，學生還可以報名參加 Codecamp 嘅國際編程精英挑戰賽，展現佢哋嘅創意同埋實作嘅才華。雙足機械人嘅課程咧，主要涵括機械結構啦同埋電控系統兩方面嘅知識嘅。咁呢個課程咧，
將引導學生由零開始學習機械人嘅組裝啦、連接啦、調試啦，同埋各種嘅控制方法嘅。嗱，譬如有紅外嘅遙控啦、微信小程序嘅控制啦、語音控制啦，讓學生體驗唔同嘅控制方法嘅特性。咁更進一步咧，學生將學習控制品嘅編程啦、動作編輯啦，同埋智能行為嘅設計，咁提升佢哋喺軟件開發同埋機械人動作嘅創造能力。透過呢個動手嘅實踐同埋團隊嘅合作咧，將培養學生解決問題嘅能力啦、邏輯思維同埋創新精神嘅，為佢哋未來嘅工程學習咧奠定堅實嘅基礎啦。咁我哋學習完呢個課程之後，學生可以報名參加澳門青少年學界機械人科普選拔大賽嘅，透過呢個比賽展現佢哋嘅創新成果。咁喺課程嘅延伸部分咧，咁我哋會有無人機培訓班聯課嘅。咁呢個聯課咧就最主要就係作為一個課程嘅延伸啦。咁就令學生係除咗上堂嘅時間之外咧，咁就同時間去加強佢哋一啲譬如手動啊或者係自動方面嘅能力嘅。咁你見到相裏邊咧就係一啲佢哋練緊編隊嘅時候嘅一啲嘅相啦。咁呢邊咧，亦都係有一啲佢哋參加比賽啦，係一啲無人機足球嘅比賽啦。咁佢哋需要去操控個無人機咁去入籃去獲得得分啦，係啦。咁喺呢個過程咧，佢哋亦都需要去組裝佢哋嘅無人機啦。咁呢啲係需要大量佢哋嘅功夫啦，同埋協作嘅能力咧，咁先可以實現到呢個功能嘅。喺課後咧，我哋會開展智能人形機械人嘅聯課活動嘅。如果有興趣嘅同學係可以報名參加嘅。咁呢種人形機械人咧係基於先進嘅機械人作業系統去構建嘅。咁具有24個自由度啦，並且配備咗視覺相機啦，專為模擬人嘅動作而設計嘅。咁學生咧可以透過呢個機械人嘅實作啦，學習到反向嘅運動學啦、步態規劃啦、視覺辨識啦，同埋目標跟蹤等等嘅 AI 技術嘅。咁此外咧，呢個機械人嘅行為同埋動作咧，係可以透過程式嘅設計進行呢個自定義嘅。咁呢個唔單止培養學生嘅程式嘅設計能力，亦可以激發佢哋喺解決問題啦，同埋創新方面嘅思維。並且每年咧會組織學生參加呢個 WRC 嘅世界機械人比賽啦，台灣嘅 TIRT 桃園國際機械人賽嘅。咁然後咧就再總結一下我哋嘅現有嘅一啲賽事平台啦。咁例如 MyAir 啦，咁佢最主要就係分咗一個自動嘅比賽啦。咁就譬如話控制無人機去越障穿越去得分去實現一啲嘅鬥快啦，係啦。咁然後有一個蜂群舞蹈嘅編程賽咧，咁最主要就係去透過設計嗰啲飛行嘅動作，咁就以嗰個美觀度同個創意咧，咁就去得分嘅。咁亦都會有一啲空中格鬥同空中射擊賽咧，咁就靠學生嘅一個手動操作嘅一個能力咧，咁就去參加比賽啦。咁亦都有其他嘅比賽嘅，例如大灣區人工智能編程賽啦。咁呢個係訓練學生一個自動編程嘅能力啦，係啦。咁然後亦都有一啲無人機足球賽啦，係啦。咁仲有一啲信息素養大賽咧，咁都係自動類別嘅。咁然後仲會有 Jet Racer 嘅自動駕駛啦，咁就透過編程就控制架車去做自動駕駛嘅，係啦。咁就最主要嘅一啲賽事平台。咁然後呢度係我哋無人機班嘅一個社交平台啦，咁大家有興趣都可以掃一掃睇一睇嘅。